Hello，各位同學、各位網友，大家好啊！呢幾天極其繁忙啊。好，咁盡快講啦，唔講咁多嘢啦吓。今晚三場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為全部都係我關注啲球隊嚟噶嘛。好，咁昨晚呢，恨不欲命啊，加拿大贏南非，贏得好慢，場波好悶，咁1-0咁我都話係個贏個球差咧就冇得數嘅嚇，即唔會大啊。好啦，咁就今天嚟講咧就咩喎，重頭戲咯喎，尤其是我相信喺亞洲區啲球迷嚟講咧，呢個非常重要嘅，尤其是對日本啦，係嘛？因為嗰個足球小將，我細個嗰陣時睇嗰啲動畫卡通係嘛？日本老實講亦都係師承巴西，即係可以咁講係巴西嘅徒弟。好啦，咁而家點搞咧？巴西咧喺個低谷嗰度反彈，得唔得咧？唔知啦，會唔會爆個新星出嚟咧？爆唔到啊，應該就唔得啦嚇，即係睇分組賽嘅表現嚇。咁尼馬上次都講過啦，即係都唔係好重心嘅人嚟嘅嚇。咁咧就日本今年亦都係運氣唔夠，咁所以我覺得咧最後咧都係巴西晉級，不過咧就贏得好險，所以咧有機會咧係打和。呢場波係打和，日本對巴西打和，然後咧就射12碼咁就巴西贏，即係巴西晉級。咁或者大家如果博彩嘅直接買巴西贏都得，但係就一球㗎咋就係咁咯，1至2球嘅起落咯，即係大部分嘅波都係咁啦，即係爆唔到咯咁簡單單即係冇辦法啦，個時間問題嚇。好啦，第二場咧德國對巴拉圭，巴拉圭係得我關注嘅啫，喺香港嚟講啊嘛，好多人連巴拉圭喺邊都未必知啊。好，咁上次都介紹過噶啦，巴拉圭。好啦，嗱，德國就悶蛋嚟嘅亦都好穩陣亦都係谷底反彈，但係咧又好似冇乜重心球員即係會唔會今屆彈呢？可能兩隊都未得，可能要下一屆先回復翻佢以前王者嘅風範好啦，嗱因為貴佬就不嬲都玩嘢嘅，所以呢個波呢，即係如果大家要估呢，兩個極端啦，一係呢，極低，即係0-0、1-0咯，大家鬥悶咯。咁德國佬亦都會控制住嘅因為真係爭好遠嘅兩隊波另一個極端咧就數4球以上咯，又贏翻4-1咯4-0都得㗎，係嘛？總之個球差咧就可以去到3球嘅即係呢隊波就係咁㗎啦梗係唔會射12碼啦，係咪呢啲睇臨場啦贏一定係德國贏啦，大比數細比數咧總之兩個極端啦。好啦，第三場荷蘭亦都係我捧場客啦，亦都係極其唔夠運嘅球隊啦，3次亞軍3次都對住呢啲唔輸得嘅隊伍，技術佢其實嗰3屆都應該贏㗎，都有機會贏㗎，但係你碰啱呢啲人哋唔輸得，即係個氣場大過佢，咁冇辦法啦。咁今次咧對摩洛哥咧就食硬嘅唔會冇入球亦即係正常賽果咯。正常賽果咪即係2-12-0嗰啲咯甚至3-1咁樣會唔會去到3-2咧？就難少少，就睇摩洛哥啦即係始終呢啲球隊
隔食隔咯，係嘛？隔食隔咁啊，即係亦都係睇臨場啦，咁啊冇辦法啦，只能夠快脆脆咁講咗我自己個見解啦。好，咁啊祝大家一切順利贏長年好運，身體健康，拜拜。